大家好，有我 Ben 爺啊！今日 Ben 會同大家介紹 Honor 出嘅旗艦級手機 Honor Magic 8 Pro。哇！今次有旭日金沙，即係金色啦，仲有絨黑色，跟住係天青色。你講唔到係一個咩固定嘅顏色啊，但係咧你唔同嘅角度反映佢咧，有可能係藍色，有可能係綠色。哇！趁個 show 未開始，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嚟個開箱先，好快嘅啫。好，今日咧俾人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Honor 一年一度嘅旗艦機之作 Honor Magic 8 Pro。究竟今次呢個銀色嘅包裝有咩驚喜咧？好，我哋事不宜遲，開箱，打開佢。今次呢個背脊同 Magic 7好似喎，我哋忍住唔好睇住先。照樣係有水晶殼，可變形嘅晶色插。哇！今次100W嘅超級快充啊，仲有 Type C 充電線。開箱完畢，急不及待睇下真身先。今次呢個銀色唔沾指紋，好有質感。圓潤嘅機身邊殼，今次呢個係 3D 屏幕指紋解鎖，又準又快。一如以往嘅 Honor 旗艦機，都有左右實體喇叭，有機頂係有紅外線發射，方便你控制屋企嘅家電。今次機身嚟講多咗個實體鍵，呢個實體鍵非常之好用。影相嚟講，除咗可以做 shutter 掣之外，輕輕去碌佢的話咧，仲可以做埋 zoom in zoom out。呢個掣除咗可以輔助攝影之外，你更加可以設置佢，你可以設置佢為 AI 色屏、AI 設定智能體、AI 修圖功能、AI 記憶、AI 智能鏡頭，都可以改變佢。呢啲功能都可以透過實體鍵去啟動佢。用得 Honor 手機，當然係完美咁支持 Google 啦。呢部手機行嘅最新 Android OS 16版本 ，Google Search、Gmail、Google Map、Google Pay 都冇問題。睇 YouTube 更加可以透過左右實體喇叭，同埋佢個超大型光幕，佢得到一個唔錯嘅沉浸體驗。一樣可以八達通俾錢，搞掂。用上最新出嘅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 CPU， 所以玩原神呢啲咁大咬嘅 game 嚟講，就算將畫質調到極高 ，FPS 調到60，一樣可以玩得好流暢。今次嘅 Honor AI 係大智能化咗嘅，除咗一邊幫你睇戲，一邊幫你翻譯之外，今次仲可以用語音同手機直接溝通。幫我關閉藍牙。好的。我把藍牙關閉了，咁你就可以直接用語音透過 AI 去操控佢，仲有個 AI 換面偵測。Honor 手機就可以攔阻到，當你做 FaceTime 嘅時候，騙徒利用 Deepfake 改變自己個樣同埋聲音去欺騙你。而另外一個好用嘅功能就係通話翻譯啦，可以支援第三方軟件，例如 WeChat、WhatsApp 嘅通話翻譯。而你用 AI 嚟執相，呢個就係我成日會做到嘅嘢。例如我想搬走一個燈柱，只要撳 AI 編輯，圈上你唔想唔要嘅嘢，咁 AI 就會智能咁幫你辨認到，跟住好快佢就消失咗啦。仲可以移除路人，咁呢幅相就乾淨晒啦。除此之外，玻璃嘅倒影一樣可以幫你去除，只要撳 AI 消除、反光消除，咁樣 AI 就自動幫你計算到反光位，跟住好快就幫你清除咗啦。你睇下爭幾遠？仲有 AI 擴圖嚟講都好常用，例如呢幅相左右兩邊嚟講太狹窄啦，咁我哋就撳 AI 編輯，跟住用 AI 擴圖去翻16比9，跟住撳開始擴圖。咁 AI 嚟講就會好快同埋好合理咁樣幫你擴充呢張相。你睇女主角手臂嘅膚色咧，同佢身上面嘅膚色係一模一樣嘅。仲有男主角嘅西裝都好合理咁樣延伸到，而背景嚟講亦都好合理。另一位我們的歡迎詞，同時我們今天的產品發布會打開序幕，有請。如大家已經開拓了大概500多個銷售陣地，我們已經有了3家我們榮耀的體驗店，今年年底會開第4家。所有這些數字的背後
实際上，讓我們更高興的是，榮耀的品牌和各個系列的產品在香港獲得了更多消費者的認可。2億像素嘅超夜神超雲嘅長焦，5000萬像素嘅夜神主鏡頭，係可以支持到90度嘅智能廣角同埋 3D 嘅景深，俾到我哋用家最極致嘅夜攝體驗。Honor Magic 8 Pro 搭載2億像素嘅超雲夜神長焦，超大嘅光圈、超大嘅感光元件，搭載超清嘅鏡片組合。同時間，我哋搭載咗我哋全新嘅工藝，將我哋嘅畫面純正度有效地提升咗。今次鏡頭模組係大膽提升咗嘅，呢個就係達到5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。而今次嘅主要鏡頭都係達到5000萬像素，而呢一個咧就係達到2億像素嘅潛望式長焦距鏡頭，仲要配上1over 1.4寸嘅 ISOCELL HP9 大底 sensor。而最巴閉就係呢兩個鏡頭都係達到 CIPA 5.5級嘅防手震，所以喺夜晚影遠景嚟講，一樣難唔到佢。呢度係 AI 夜神長焦體驗館，黑掹掹，搞咩呢？咁暗嘅場館，咁遠嘅距離，用 Honor Magic 8一樣影得到。夜景模式去到最盡 ，Honor Magic 8 Pro 一樣影得咁清楚，連色溫同埋顏色都完全正確。好啦，咁我頭先啱啱試咗啦，喺一個咁漆黑啦，同埋喺一個咁遠嘅環境之下咧，佢依然影到一張咧，無論喺顏色啦同埋色溫方面都係咁準確嘅一幅相啊！仲要解像力係好高添。咁究竟點樣做得到嘅咧？今次咧就用咗個 AI 影像引擎。咁你每一幅相咧，佢都會用佢機身裏邊嘅 AI 大模型咧去幫你運算嘅。今次嘅影像技術咧係好大咁提升咗嘅，有好幾方面啊。咁啊，等下同大家講一講。嗱，第一方面嚟講咧，就係佢喺長焦距鏡頭嚟講，佢用潛望式嘅長焦距鏡頭，係一個光學嘅變焦嚟嘅。呢個光學潛望式鏡頭裏邊再配合一個由三星研發 ISOCELL HP9 嘅大底1over 1.4寸大 sensor。呢個 sensor 最厲害之處就係可以咧喺你暗嘅環境之下，將4個 pixel 變成1個 pixel，令到你個吸光量多咗，咁喺畫質同埋暗光表現上面就有所提升啦。仲唔止喎，喺極暗嘅環境之下，即係話好似頭先裏邊個密室咁樣啦，佢更加可以將16粒 pixel 合成為1粒，咁樣畫質嚟講就有所保證啦。但係呢個技術嚟講，因為像素被攤薄啦，咁所以咧佢嗰個嘅 resolution 咧難免會降低啊。但係 Honor 嚟講咧，咁啊又有一個解決辦法喎，就係利用佢自己嗰個機裏邊嘅一個 AI 嘅影像引擎啦，將每一幅相再去計算過，咁樣就可以補償翻佢所降低咗嘅 resolution 啦。喺影相方面，今次最大嘅突破係乜嘢咧？就係佢嘅光學防手震，今次係達到日本影像協會 CIPA 所制定嘅5.5等級嘅防手震。5.5手級嘅防手震，即係等於我部大機㗎啦，即係等於 Sony 嘅 Alpha 大機啦，又或者我部 Nikon Z62。嚟到今次咧，呢部手機影出嚟嘅畫面咧，遠距離嚟講咧，就算好黑嘅環境都可以好紮實，同埋咧就唔會有 AI 嘅油畫化啦。咁犀利嘅技術，咁我哋又試一試揾市面上最旗艦級嘅手機去比一比拼佢嘅畫質。好啦，我而家嚟到旺角啊，咁我哋咧就話對比一下今次呢部 Honor 旗艦級嘅 Honor Magic 8 Pro 咧，同蘋果嘅 iPhone 17 Pro 嘅比較，究竟影相出嚟嘅分別有幾大啦？今次呢部 iPhone 嘅遠攝鏡頭咧係達到4倍光學變焦嘅，呢個達到4倍光學長焦拍攝鏡頭，仲可以去到8倍光學品質嘅。好，試一試呢個超廣角鏡，跟住係1倍、2倍、4倍。同埋8倍，再遠啲，我哋去到40啊！好，咁啊，跟住我哋又試一試 Honor Magic 8 Pro 啦。我哋試下0.5倍先，0.5倍、1倍、2倍、3.7倍、10倍，跟住我哋試下40啊，都係瞄住金丸走㗎。好，咁我哋對比下個效果點樣樣啦。好，咁我哋先對比超廣角鏡。超廣角鏡嚟講，大家嘅視野係一樣嘅，但係如果放大佢嚟講 ，Honor 嘅會比較鮮色 ，noise 亦都比較少。
四角嘅解像力都差唔多，但係 Honor 嘅色彩還原同埋細緻度就比 iPhone 略為優勝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主鏡頭。主鏡頭嚟講，大家都係1/1.3寸大底 sensor。好，咁我哋睇下細節啦。放大佢，恒生銀行個 banner， 大家嘅解像度都差唔多，不分高低。匯豐大廈嘅頂樓細節度亦都差唔多。以前旋轉餐廳上面嗰啲鏽跡亦都睇得到。好，咁我哋睇下2倍 zoom 啦。我哋又睇翻恒生銀行嗰個位。無論喺解像度、銳利度同埋對比度嚟講，大家都可以講話係一模一樣。但係顏色嚟講，Honor 嘅就略為鮮豔啦。但係去到正中最遠嘅招牌，例如屈臣氏同漢和呢幾隻字嚟講，Honor 會比較清楚。仲有個 noise 嚟講，Honor 會比較少。好，咁我哋就再 zoom 遠啲。Honor 嘅咧就去到3.7倍光學 zoom， 而蘋果 iPhone 17 Pro Max 嚟講咧就係4倍 zoom 嘅。iPhone 17 Pro Max 嚟講，因為有4倍變焦嘅關係，所以韓國料理呢4隻字嚟講 ，iPhone 就會比較清楚啦。跟住我哋再進一步 ，Honor 去到10倍 zoom， 而 iPhone 17 Pro Max 嚟講就係8倍 zoom 嘅。又再睇下中間位啦，屈臣氏個招牌，今次嚟講就 Honor 優勝啦。兩部手機嘅解像力大家都不相伯仲。跟住落去咧，我哋去到最遠嘅40倍 zoom 嘅終極對決啦。我哋以金苑酒家作為對焦點，大家放大佢睇。今次終於分出勝負。Honor 嘅40倍 zoom 嚟講，明顯比 iPhone 17 Pro Max 清晰。無論喺銳利度同埋雜訊控制嚟講，Honor Magic 8 Pro 嚟講都係遠遠優勝。而今次呢部 Honor Magic 8 Pro 嘅光學長焦鏡頭係達到3.7倍變焦。大家都用上咗1/1.3寸嘅主攝頭大 sensor， 但係 Honor 嘅前望式長焦距鏡頭裏邊嘅 sensor 就去到1/1.4寸啦，大底 sensor， 所以點解長焦距拍攝嚟講會比 iPhone 17 Pro 優勝？好啦，而家嚟到夜晚啦，咁我哋夜晚咧又再嚟試一試，究竟佢咧夜晚咧嗰個降噪效果係點樣啊？咁我而家咧就可以影翻後面啦，最遠處嘅地方，用到40倍 zoom， 睇下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啦。好啦，咁首先我哋用 iPhone 17 Pro 影最遠嘅地方，40倍 zoom， 最遠。嗱，有個吊機嗰個位啊，40倍 ，OK， 吊機。OK， 咁就跟住我哋着少少 Honor Magic 8 Pro， 肉眼已經睇唔到啊，最遠嗰個位吊機嗰個位係睇唔到啊。我哋用呢部 Honor Magic 8 Pro 嚟講，我哋可以咧 zoom 埋去睇下架吊機啊呢個位啊，40，差唔多算啦，40啦喺呢個位。咁我就係好，咁啊影咗啦。你睇下而家呢個吊機呢個位咧，肉眼係睇唔到噶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兩部手機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啦。嚟到終極對決嘅夜間對比。Honor 嘅光學長焦距鏡頭配合咗 ISOCELL HP9 嘅1/1.4寸大底 sensor， 有明顯嘅優勢。最簡單嘅就係睇一個窗框 ，iPhone 17 Pro Max 就已經係模糊不清。哇！得出嚟嘅效果咧好詫異嘅。Honor Magic 8 Pro 嚟講，無論喺影相嘅細緻度同埋 noise control 嚟講，都比 iPhone 17 Pro 遠遠優勝。哇，好靚啊呢度！好啦，咁你見到前邊咧就觀音像啊。觀音像嚟講咧，同我呢個距離啦，係我諗呢度都有10幾公里啊嘅距離啊。咁好似一粒米咁大小嘅啫而家。咁我而家咧就用一用啊呢個最新出 Honor Magic 8 Pro 啦嚇，佢呢個鏡頭咧去用佢個咁勁嘅一個潛望式 zoom 啦，去影一影佢。好啦，咁我哋試一試影對面嘅觀音像啊，10倍 zoom， 我哋仲可以再 zoom 近啲嘅。而家係50倍 zoom 啊，我哋再近啲，100倍。好，咁我哋睇下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啦。
咁遠啊，仍然可以影到成個觀音像，連觀音嘅服飾咧都可以見得一清二楚啊，手指啊、金露啊，全部都影得好清楚啊！呢幅相好靚，咁啊，然之後你可以再改啊，用 AI 輯圖啊 ，AI 色彩，用個暖色啊，哇！你睇呢幅相幾靚，可以增加少少對比度啊，執少少相啊，加強少少鋭利度，加重少少高光。哇！咁呢個就係大師級嘅作品啊，好靚啊！我影 video 都好正啊！你見到我影 video 咧，隻船咧係影到幾大隻啊！喺一個畫面裏邊，15倍 zoom 啊，15倍 zoom， 我哋睇下，如果1倍 zoom 係咁遠啊 ，OK， 係好清楚、好靚啊！呢個潛望式嘅鏡頭嚟講咧，無論我影觀音像啦，又或者而家影呢個人玩滑浪咧嚇，一樣影得咁好啊！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羅烈凡先生 Louis 上台。呢個512版本 ，OK， 咁佢嘅價格會係幾多咧？7899嘅 ，OK， 其實同舊年差唔多嘅嘢。16+16 Turbo 嘅1G版本嘅價錢9299。OK， 個禮遇嗰度我哋會先講講嘅，但係就話512唔夠用喎，咁1T 應該點啊？加多300蚊就得啦。OK， 一個售後服務就係180日只換不收。OK， 八達通嘅手機版本都多啲嘅。OK， 就有機會得到我哋總值Honor sponsor 送出14萬港幣嘅禮品，入面嘅包括我哋嘅 Magic 8號啦，同埋我哋嘅平板禮品，同埋一啲嘅禮券啦。咁另外都有啲非行李數嘅，咁大家呢個就會留意翻八達通嘅詳細嘅發布啦。好啦，咁用咗一個星期啦。今次呢部 Honor 嘅麒麟級手機啊 ，Honor Magic 8 Pro 嚟講咧，佢無論喺AI 嘅應用啦，同埋喺影相嘅畫質方面嚟講，都係大大咁融入我哋嘅生活裏邊嘅。今次部手機咧影人像係特別靚嘅，因為咧佢裏邊咧就有一個超神人像引擎啊，佢裏邊咧就已經有120億個光斑、光影同埋膚質嘅模型，所以影出嚟咧，影 model 啲相係特別靚嘅。仲有 AI 追色嘅功能啊，即係如果你睇到一幅好靚嘅相，你好中意佢嘅顏色咧，你都可以叫 AI 咧幫你追色啊，令到一啲大師級嘅顏色咧都可以用喺你啲相上面。呢個係真正嘅手機界嘅黑夜之神啦！喺我嘅測試嚟講咧，佢就已經打低咗 iPhone 17 Pro Max 㗎啦。咁啊喺兩方面啦，一方面嚟講咧，佢硬件方面啦，即係喺佢一個潛望式嘅光學鏡頭裏邊嚟講咧，已經係提升咗啦。佢嘅防手震又提升咗啦，去到達到 CIPA 嘅5.5級數啦，即係同大機嘅級數一樣啊。仲有佢呢個就係HP 嘅大底 sensor 啦嚇，可以有4合1啊、16合1嘅呢啲咁嘅影像技術啦，再配合埋佢呢個 AI 數據嚟講咧，令到你喺好暗嘅環境之下咧，佢都可以影到大機級嘅大師級嘅啲作品啦。佢呢個實體鍵嚟講咧係好好用嘅，除咗呢個 Shutter 掣之外，佢仲可以幫你變焦。仲有今次發佈會咧最驚喜嘅一個 bonus 咧就係咧Honor 咧嘅新嘅產品面世啦，就係佢嗰個咧帶機動鏡頭嘅一個 robot 啊，即係今次見到真身啊，個 robot 嚟講咧就係一個三軸穩定雲台咁樣啦，可以自己反出嚟，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向住你影相，即係 AI 就變成一個機械人，仲可以俾你攜帶住嘅 ，OK，
同你出街咁樣嘅。呢個我都好期待嘅產品啊！不過就要等下年3月度咧，MWC 嘅展覽會咧，先至可以真身摸上手啦。仲有不得不提咧，就係佢呢一個生態圈啊 ，Honor Magic Ring 啊。咁啊，你喺手機同手機嘅互相傳輸啦，又或者共享個網絡嚟講咧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只要兩部手機靠埋一齊，無論喺網絡嘅共享，又或者圖片嘅傳輸，甚至乎屏幕共享啊，佢都做得到啊！所以呢一部靚過價值1萬蚊嘅 iPhone 17 Pro Max 嘅手機，而家咧就係賣7000幾蚊啊！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性價比嚟講咧，呢一部咧就高好多啦。所以性價比嚟講，我覺得Honor 呢一部，所以性價比嚟講，我覺得 Honor Magic 8 Pro 嚟講咧就高好多啦。如果優惠期內咧，仲有啲碎屏保啊，仲有好多其他優惠嘅，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官網留意下啦。好啦，今日 Ben 介紹到此為止。如果喜歡段片，麻煩俾個 like；如果喜歡 channel，麻煩 subscribe。Ben 會製作更加多有趣嘅片俾大家。我哋下一段再見，拜拜。